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廣州市區嘅芬達。今次嚟到香港 Skill Dance 咧，做嗰個現場嘅結果就係非常好嘅氣氛。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多會引嚟好多唔同嘅老師，唔同 style 跳舞嘅老師嚟教課啦。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好嘅，因為我哋可能未有咁嘅資源，或者未有咁嘅機會啦。我覺得，如果我作為香港人喺香港跳舞嘅話，我會揀好多手機。跟住，我覺得即係每一日都係一個。我喺香港生活幾日啦，我覺得每一日都係機會對於我嚟講。咁我覺得即係每一日都可以接觸到唔同嘅老師，即係香港本地嘅老師，佢哋對跳舞嘅認識都係有唔同嘅一啲自己嘅睇法。我覺得需要去借鑑咯。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見到香港嘅一啲現狀。我見到我自己啲學生，即係上堂啲學生，我覺得佢哋係真係每一個人都好有跳舞嘅嗰種衝勁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睇完之後非常開心同埋滿足嘅一個現象。加油！因為我曾經講過嘅香港呢個地方，唔係話即係冇，即係可能你哋覺得冇出到好嘅舞者，但係我覺得香港真係好多好嘅舞者，好多勁嘅，只不過大家可能範疇唔同，因為有啲所謂勁嘅舞者係 solo 勁嘅，人都未必教課，或者係對舞蹈。對 hip hop 嘅一啲認識，比呢啲上課嘅老師知道得多，所以我覺得唔同人嘅嗰種睇法亦都係，即係可能相對我嚟講，我係即係又中意 solo， 又中意教課，又中意去了解啲文化，可以講係比較我自己比較中意全面啲嘅，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都要更好。識 solo 嘅 dancer 都會提前上緊課嘅老師，我覺得 solo 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範疇。